来，给你考一个哦。咱定来讲迄囡仔吼，囡仔迄个对无吼？背这个安怎写？咱来甲大家了解一下。这个动词真重要吼。囡仔互困的这真有意思的一个词吼。咱定讲，有当时吼，常无一定迄个会记你是倒一字啊。咱若其他老师恁有知会当迄个啥补充无问题哦，嘿，啦吼，咱讲囡仔吼，就是迄个啥呢？安尼吼，你面爱伊啦。本来咱若讲朝东边，咱是毋是会当讲向东？阮宜兰遐就本来就讲咧，东啊，吼。亲像咱无讲做吼，是毋讲做坐东西，趁钱无人知，对无？这句你捌听过嘛？吼，所以迄个朝向哪一边，吼，会当讲倒一边啦，吼。囡仔嘛是安尼里面吼，安尼甲伊安尼豆豆吼，甲骗互困安尼吼。来了，阁互大家分辨一下吼。讲伊这个人吼，真歪心啊嘿，吼财产拢互孤人去，孤人迄个免怎写？刚是掩护的掩。掩护的掩，毋是。这两个分得清楚吼。囡仔，老师是毋是迄个拦截的拦？提手旁搁一个。来，请问，你感觉是倒一字？就是拦下来的拦啦，嘿，叫做孤人吼。这两个迄个啥，常常听到迄个用字爱注意吼。囡仔的甲迄个啥孤人的吼，囡仔是方向的向，孤人的是迄个人吼。来，请问请搁讲，当然囡仔当然是拢会面伊啊吼，所以迄个啥叫做囡仔吼。其实毋难人咧，阮遐吼连迄个啥呢？迄家母带家仔囝，阮咧嘛会讲家母咧家仔囝，所以家母家仔囝时阵吼，伊意思就是小可有无？迄家母吼。迄个家仔囝拄孵出来无偌久，家仔囝足爱密伫个啥？密伫个迄个家母迄个下边摸摸安碰碰有无？密伫家母下边感觉安尼足温暖，足烧热有无？迄做家母家仔囝吼，甲咱甲人伫囡仔情形拢足共的吼，拢会是用这字吼。嘿，好，过来。这是一句俗谚啦，伊意思是讲方向哦，那是坐东西吼，死爱西迄个音吼，趁钱无人知啦。讲恁厝的方向嘛是吼，坐东西就是什么呢？坐东朝西的方位吼。迄个呢，讲做安尼吼，迄厝的吼，趁钱吼，机开调啦，叫做坐东西吼，趁钱无人知啦。这是一句迄个俗谚啦吼。这款呢，你讲敢有需要去提考伊的道理？我是认较无迄个需要啦。有当时俗谚阁是一个语音啦吼，坐东西，趁钱无人知。较重点变做是咱台语的发音啦吼。你要讲坐东向西嘛是会使的，但是我即摆就是要甲大家讲吼，遮要是读即个白话音吼，像遮个适合用白话音来讲即件代志吼，咱是讲搭一边搭一边吼。来，我搁举例来讲吼，你一定捌听过吼，头转到后面去，台语迄个台语安怎讲？头。咱真少讲做头吼，迄个啥射去后壁，敢袂安尼讲头用射足恐怖的吼，应该是讲吼，迄个吼，你头看是要讲挖去后壁，还是讲吼你去后壁？嘿，所以迄个是方向意思吼，方向意思。好，过来